同學，我哋咧今日上圖書課喎。今日我哋個題目叫做我最喜愛的一本書。平時同學咧應該都好中意睇書噶啦。你哋有咩書係好中意、好想同老師分享嘅咧？哇！我中意睇小紅帽。我最中意睇柯南嘅。柯南，後邊嗰位咧？我中意睇反斗奇兵。謙謙，你做咩瞓覺啊？我啱啱喺課間話知啊，唔係，我尋晚好夜瞓。好夜瞓？你一陣間小息同我喺反思區度反思下。唔係啊嘛？謙謙，你反思咗咁耐，你知唔知道上堂瞓覺係唔啱㗎？仲有啊，你着錯咗對襪喎。老 Sir， 我知我上堂瞓覺係唔啱，同埋我都係今朝唔小心攞錯咗阿爸對襪嚟着啫。咁你想點啊？其實我一直以嚟都只係太過投入，太中意 Harry Potter 嘅啫。我咧要變成哈利波特。哦，咁就簡單啦 ，Let's go！大家可以好似我咁揀一本自己中意嘅書，揀一個最中意嘅角色，然後咧就着佢相關嘅衫啦，或者係飾物啦，或者係帽啦。再唔係你就可以帶佢嘅道具，好似我咁。所有參與呢一次活動嘅同學咧，都可以參加校際同埋班際嘅我最喜愛造型大獎，而呢一個獎項咧，將會由全校師生一齊投票投出嘅。鼓勵同學當日都帶你中意睇嘅圖書翻嚟，同同學一齊分享。喺課室進行圖書分享，有參加嘅同學仲有機會攞獎品㗎。我知道仲有參加遊戲、書中人物阿彎同埋手工製作㗎。如果你哋都想化身成為書中人嘅角色，記住唔好錯過7月2號活現書中人 Book Characters Day 啦7月2號 Book Characters Day 約定你 ，Let's go！ 喂，等埋我啊！老師都要一齊扮㗎。7月2號 Book Characters Day。